咁我哋究竟係點樣可以減少我哋嘅住屋開支，甚至咧將佢咧變成收入同埋儲蓄呢？就係喺4-5年前呢，我就開始租緊一間屋啦，喺灣仔。當時嘅租金呢，就係大概12,000蚊左右啦，咁都租咗4-5年到啦。咁今年呢，又要再續約，咁業主同我講話我要咧調整到14,500蚊喎。咁我當時咧就感到非常之無力啦，同埋無助。因為咧佢個租金咧都係市場嘅水平，我擔心嘅咧就係喺10年或者20年之後，當我冇能力再工作或者冇收入嘅時候咧，究竟再負唔負擔得到呢一個每月必然出現嘅租金呢？如果我有15,000至16,000蚊嘅一個租金嘅支出，如果我要將佢變成供款嘅話呢，我大概係可以負擔到幾多物業嘅價格呢？原來呢，我就可以借到大概320萬嘅貸款噶喎。譬如話我係做一個90%按揭嘅話啦，只要我有30萬首期呢，買到一個大概350萬嘅一個物業啦。咁我哋要知道嘅呢，就係我哋每月嘅租金係幾多啦？第一次買屋嘅時候，我哋嘅首期係幾多呢？同埋可唔可以有辦法呢？係問屋企人借到還翻俾佢哋呢？你會見到有3行啦，第一行呢就係物業嘅價格，第二行呢就係利息嘅支出，第三行呢就係物業如果每年都有3% 嘅增長嘅話，30年後又值幾多錢呢？如果係一個400萬嘅物業啊，我哋30年後如果我哋嘅利息支出咧係3.25% 嘅話咧，我哋總共咧就係大概俾咗150萬嘅利息。我哋assume 啦，我哋嗰個物業每年都有3% 增長，喺30年後咧，我哋嘅物業咧已經係可以增加到970萬嘅價格啦。所以咧，根據呢個我哋計算啦，同埋而家嘅利息環境咧，無論喺投資或者係從我哋自己真係需要嘅角度咧，呢個都係一個幾正面、幾正確嘅選擇。所以咧，我都想大家就係計下啦，就係你哋而家俾緊嘅租金啦，可以承擔物業嘅貸款係幾多咧？去考慮下有冇需要去置業嘅。